好，咱们今天开始啊。今天是2004年3月6号，这个上文第2课。上节课那个最后我录音，录到那个读完这个字母表就那个停了，没录那个就是留作业。我也没特别有意识的说清楚留作业。这节课呢，先那个补充一下。就是像上节课学了那个之后，怎么做练习？你就是第一个呢，先读那个字母表，30个辅音字母。读的呢，就是要熟练到，就是说看到这个字母啊，你就能反应过来它读什么。它后边不是有汉语拼音吗？一开始要依靠汉语拼音，慢慢的要脱离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把这30个辅音字母呢，跟那5个元音呢配合起来的这个表，就是第11页的这个表。下来读这个。这个要求是呢，2个配合的音要读准。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你也练习了，就是看到它就能反应过来它是哪个字母读什么音，这个表。然后再一个任务呢，就是平常中间呢，你可以这个就是穿插着练习写，就是写的时候呢，一个是可以按照书上那个笔顺呢写那个正式的印刷体。再一个呢，就可以按那个我介绍的那个韩老那个。就是手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你以后写的多了呀，大量的写可能就要用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练习这个写，主要是要写的准确，漂亮不漂亮呢？你慢慢以后学的多了，写的多了，自然它就这个会漂亮起来。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这2课还有一些单词，这个呢，这个就不是太那个费劲了，因为你这个字母表会读了之后啊，就是跟元音配合这个表会读了之后呢，你就那个自然那些都会读，它就是字母再加一个元音，然后呢把它那个意思呢记一下。现在我们呢记意思呢不是为主，现在我们是练习发音准确为主。等着这个把发音准确问题解决了之后，以后见了藏文就能读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在单词上再下点功夫。现在先是解决这个发音要准确。为了这个咱们发音准确呢，咱们先这个翻到第1页。这节课呢，先把前头的这个读音呢，我再领读一下。你通过这个呢，来检查一下自己前头练习的时候这个读音呢有没有读错的。这个一开始啊，一定要求自己读的对，因为如果你练习的多了，你比如你读的不对，你练习的多了，形成错误的观念了，到后边呢还不好纠正过来。所以呢，一开始这个在读音准确上多下功夫。下边咱们翻到第1页啊，咱们开始练习一下。我原来在这放的一堆那个，就是那个复印的那个，谁放在哪儿去了？我就放在这儿。在这儿。这儿呢有那个就是练习写的时候啊，你可以拿这个当字帖，就是你可以照这个抄。这样的话，基本上那些常用字母的这个写法呢，你们自己可以拿啊，到下课的时候。咱们现在先纠正发音啊。先翻到第1页，先读这30个辅音字母。大家跟着读啊。嘎嘎咔咔卡卡啊加加恰恰恰恰呀大大他他塔拿巴帕马扎擦瓦霞撒呀啦下撒哈。这个读了之后呢，后边这个单词呢，也过一下吧，这就是练习第2页。咔恰塔拿撒呀啦下撒。
就是把它读准确就行了。然后开始练习这个第7页，第7页这4个元音符号的名字，这个一共有5个元音符号，这个 i u i o 前边还应该有一个 a， 这个 a 呢，这个它没有符号，就是一个辅音字母，前边咱们读的那30个辅音字母，本来它的读音本身呢是很弱的，不好读出来的。比如第一个呢，它应该读个这么读的，这样读很费劲，所以呢，它就所有的辅音字母在读的时候，它就自动的给它加了一个元音啊，这样的话，个就读成嘎，可就读成咔，哎，就响亮起来了。这样的话，这个元音啊就不用符号了，所以实际上是有5个元音，现在有4个有符号，啊是一个辅音符号不带辅音字母不带任何符号的时候，本身就给它加了元音这个啊。这4个的名字咱们再读一下啊，就是说这个叫什么，给它起了一个名。第一个那个一呀，就叫 K 姑 K 姑，第二个乌叫写不揪写不揪，第3个那个 I 叫枕抱枕抱，第4个那个 O 叫哪若哪若，哎，你从后边的那个拼音呐，后边这直接就是汉语拼音，你从那个汉语拼音就可以直接拼出来。汉语拼音每个那个 V 就是2声的意思， F 就是1声的意思，哎，你按照这个拼音自己都可以读出来。只有那个枕包啊，它那个按汉语拼音是整包，这个前边多一个 N 呢，是让你发一个鼻音，整，哎，发一个鼻音，那个都不太重要。但是他在习惯读出来的时候呢，就是枕包，就是一个，就是好像说字本来是这样，但是大家觉得这样读着省方便，结果就形成了这样的自然的读法。再读一遍啊，这个 K 姑 K 姑写不揪写不揪枕包枕包哪若哪若。好，下边呢翻到第2页，咱把这个都练习一下啊。因为现在是练发音准确的时候，你多来体会它这个准确性啊。啊他爬撒一皮洗乌扑苏哎陪塞说下边啊，这个是这个传统拼法的，每次咱们也读，这个对这个熟悉藏文呐，找到感觉很有好处。它这个就是不像咱们，你要咱们汉语拼音呐，第一个注意你也得知道这个拼法。像第一个呀，这个啪本来它本身的读音是坡，然后上边那个 K 姑呢本身的读音是一，如果按咱们汉语拼音是怎么读呢？是坡一 P， 哎，就光读它的辅音发音，读它的发音直接读坡一 P。这个藏族这个同胞呢，他们是怎么读呢？都是读它的名字，不读它的本音。比如说这个坡，他就带上元音啊，就读啪。这个一，他就直接念他的名字叫 K 姑，他这样读起来成了啪 K 姑 P， 大家读啪 K 姑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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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写就扑，啪写就扑，哎，读多了就顺了，这个你就老练习没关系。啪写就扑，啪写就扑。啪枕抱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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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哪若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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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 K 姑皮，爬 K 姑皮。下边爬写就谱，爬写就谱，爬枕抱拍，爬枕抱拍，爬哪若坡，爬啊，等一下啊。爬哪若婆，爬哪若婆。下边的单词也读一遍啊。
火土秋牛托忒扑米美小所里罗西苏说。拼的时候你就记住，你比如最后一个，它本来念沙拼的时候，你就不要后边这个啊，就光要它那个丝，然后跟上边这个哪弱呢是说，哎，就找它那个辅音字母的那个本来的读音，把那个沙把那个啊去掉，把那个啊换成说，像上边那个苏，像在上边西罗日这个汉语拼音里头没有这个发音，哎，它那个ra本来是日跟一拼起来，哎，这是一个比较难的发音，其他的都好发。其他的呢，虽然咱们有的呀汉语拼音没有，但是你很好拼出来。比如在上边那个酸奶那个叫西学，哎，汉语拼音没这个音，但是呢它能拼出来西学，哎，学，哎，像下边那个好拼了，是这个撒就是所，哎，下边呢就是11页这个呀，咱们多读这个呢，把所有的组合都读了，就是30个辅音字母跟5个元音字母的组合都有了，所以这个表呢你多读，但是要读准确。注意啊，你要是读不准确，自己以为准确就混过去了，读错了，到以后你在拼单词的时候一看就那个反应错了。咱们再这个领读一遍，就是把这个音呐，你那个如果哪个不准确，你细心一点把它纠正过来。11页这个咱们开始读啊，嘎gi gu ge go ka ki ku ke ko ka ki ku ke ko ngã nhĩ ngũ nghe ngõ cha chi chu che cho cha chi chu che cho chả chỉ chú che cho nhã nhĩ nhũ nhẹ nhỏ ta ti tu te to tha thi thu the tho thả chỉ thủ thế thọ nã nhĩ nú nẻ nó ta pi pu te po pa thi thu the tho thả chỉ thủ thế thọ mã mí mũ mẹ mỏ sa chi su se so cha chi chu che cho thả chỉ thủ thế cho vá ví vũ về wo xá xí xú xé xó xá xí xú xé xó á ý u我读错了一个那个调啊一五牙一有也有ra ri ru re ro
拉里鲁来罗下西修先肖撒西苏塞说哈嘿呼嘿吼啊一呜哎哦。麻烦一点的就是这个藏文呢，跟咱们汉文一样，它有这个4声。现在的字母表上呢，光有1声跟2声。就是有时候你像那个外语啊，没有声，它就不注意调。像这个汉语跟这个藏文的就有这个。不过咱们学会汉语的人学这个有优势，咱们对这个声啊都这个比较熟悉。还有没有教材的吗？这个这还有我又买了几本，你们来拿一下。三本。那个磁带你们，我就买了3本，下回我可以再买几本。先跟其他同学合看一下，下次我再买几本再带过来。今天咱们在这下边讲第3课，翻到12页。这个同学们可能就想了，说不是说这个藏文有4声吗？怎么这个学字母都学遍了，只有1声跟2声呢？它的3声跟4声啊，是在这个连读的时候变音变出来的。今天咱们就把3、4声学到了。它就是连读变音，就是这个音呐，在连读的时候啊，如果你死的就按照那个字母表上读啊，很别扭的。你说一个词儿，比如说2个都是2声，这个说起来很费劲。实际上在咱们汉语里头啊，都是3声都是2声碰到一块也会变音，也会变音。这个今天就讲这个变音，所以啊，12页说这个第一个变音，就看这第一啊声调的变化，就是有时候啊1声2声不读1声2声了。什么情况下出现这个情况呢？看啊，第2音节，注意它这个藏文跟咱们汉语有点相像啊，它这个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就是什么是一个音节呢？就是至少有一个元音字母，这就可以组成一个音节。一个元音字母也可以做一个音节，一个元音字母加上一个辅音字母合起来也可以做一个音节，再加一个辅音字母什么，就至少有一个元音，它形成一个这个音节，一个音节就发一个声。但是那个藏文呢跟汉文一样，它经常呢2个字2个音节组成一个词儿，2个音节的词儿很多。如果是2个音节组成一个词的话，就出了这个什么前音节后音节，或者第1个音节第2个音节。这儿说第2个音节就是这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词有2个字，就是有第2个字，第2个音节的低声调一律变为高平调，就是2声要变1声。为什么呢？就是说话的时候第2个词啊，第1个词比如说已经发声了，第2个词如果你再从中间低下去再往上升，它那就很别扭，所以呢第2个词就跟着前头就说就完了，就变成平声。举这个例子你看啊，就是这个阿妈，这个阿妈呢，啊是高平声啊，后边这个字母本来是低声调，就是从低处往上升的，叫麻。你要说阿马，这个就是说话很别扭，所以他就到后边这个就不再低下去往上升了，叫阿妈，就是第2音节的低声调呢，就改成高平调就完了。你看下边那个例子，塔罗，如果要是按这个正式的读呢，塔罗就这么读，塔罗这个读就不像一个词了，而且读起来很费劲。第2个呢，就不要再低了往高处升，就直接读成平声，塔罗，就完了。第2个，咱们读2遍啊，阿妈，塔罗，塔罗。你看原来那个拉本来是罗应该读，现在呢塔罗罗成了1声了，这就是低声调变成了高平调。
这个低声调变高平调这个有什么规律没有？这个啊很简单，我教给你们一个形象的这个比喻啊。我原来说过，说这个藏文的四声跟我们汉文四声啊基本上都对应的，只有第三声的方向不一样。中文的第三声是前高中间低后高，这是中文的第三声。这个藏文的第三声呢是先低后高再低下来，是拱起来的，我们是挖下去的，这是它的不一样。你就用这个形象啊来想这个藏文的两个字的发音。藏文所有两个字的发音呢，它只准许中间高起来，它不准中间挖下去。这样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你看这是中间啊，这是前后，就是它不准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前边这个音节呀不准读四声，不准降下去，后边这个音节啊不准从低处往上升，不准升起来。你就记住6个字，叫前不降后不升，前不降，这一下啊就把好多规则都包含在里头了。前不降后不升，我把它的这个语法呀，就这本的语法啊，那个拼音规则呀，我总结了一下，一共就6句话，很简单，这就是第一句。实际上6句话后边那个最后一句还不重要，实际上就是5句话就把它这个一本书的这个规则概括了。第一句话就是前不降后不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第一个音节呀，永远不允许出现第一个音节就降下去，就第一个音节不准读4声。那可以出现什么呢？可以出现平声，可以出现声调。咱们换一个这个看颜色的，换一个显眼的啊，就是说可以平前边的音节可以平读，可以声读，但是不准呢，蓝的算是不允许的啊，不允许降，这是前边这个音节。后不升，后边啊不许低下去再往上升，就禁止这个。那后边可以怎么读呢？也可以读平声，也可以读降声。所以你看现在就发现他那个藏文这个凡是2个字的词啊，或者是平着读，或者是降起来低下去，就不允许前降后升，允许前升后降，允许前后都平，也允许什么呀？前边平后边降，前边升后边平都允许，就是不允许这个中文的这个中间挖下去，就是不允许这个。这是前不降后不升。今天这个就是掌握住这么一规则。这个你脑子里有一个形象，读这个2字词的时候，永远不允许前边降下去，后边升起来，就禁止这么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就要变调。像这个啊马就出现了后边是升起来的，这就不许升。不许升怎么办呢？给它改成平调，就是声调改成平调。塔罗，就把这个罗也改成平调，塔罗阿妈，把它改成这个声调改成平调就行了。这是这个一个声调的变化。下边一个啊，一个音节当中，这个就是这个2字词的时候啊，这个2字词的时候呢，如果有一边啊出现一个闭元音，你看它这个闭元音，注意看书上那个啊，一共有3个，一个是一个是乌，一个是这个怎么读呢？你用那个汉语拼音代替它一下，就写成汉语拼音的吁，就是一个乌上边加2点儿，这个乌加个这个符号实际就是在汉语拼音里读吁，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元音一个元音呢，它是什么呢？什么叫闭元音呢？就是这个元音呢有张嘴大的元音叫开元音，比如啊这样的元音张嘴大叫开元音，把嘴张开了。如果它这个元音呢闭，就是这个嘴闭的比较小，就叫闭元音。像这个你看嘴就比较小，然后是这个乌，嘴也张的小，吁，这3个都张了，这3个叫闭元音。另一个音节的非闭元音就是开元音，就是什么是开元音呢？你看啊，对啊后边这个加个这个呀，
你也记上汉语拼音，叫 I， 就是相当于啊一，这个相当于汉语拼音内的 I， 这个相当于这个音母。第二个，第三个是 O， 第四个呀 O 加 A， 这个注意啊，这个我给发一下，在藏文里头啊，这个念这个咱们汉语里头可能没有。哎，他发的这汉语拼音里头没有，就是我标不出来了。就是 o 加一个一，这个读音读的是好像汉语里是没这个音哈。月，它你要是月亮的月呀，是光要后边韵母。月，不要那个一。我想月啊，好像是月亮的月把那个声母去掉，不发那个一，光要后边。或者你发不出来，你就发月，你月拉长之后，最后把那个一去掉，这样读，没事，慢慢你多听啊，多练，慢慢就掌握住了。这个是这样发，最后这个呢发这个 I 是不是国际音标是发 I 啊？就是这跟国际音标是一致的。这个括号里头这个 R O U 这几个呢叫开元音，就是它那个嘴啊张得比较开，然后上面那个一乌一呢像闭元音，嘴呢张得比较小。注意啊，它的规则是什么？就是两个音节组成一个词，如果一个音节是闭元音，一个音节是开元音的话，它不管哪个是闭哪个是开，前边是闭后边是开，后边是闭前边是开，都没关系，就是两个不一样，一个闭一个开的时候，那个开音节的那个元音呢要读的稍微闭一点，就是嘴也要张得小一点，这是个读音习惯问题，就是你这儿张嘴特别大，后边那个张嘴特别小，那个读起来很费劲，所以呢就这个张嘴大的那个变得也就小一点。变小一点是怎么变呢？你们也这个记一下，凡是一个音节碰到有一乌吁的，另一个音节有后边这五个的，啊就变成这个怎么标？你如果要是怕那个国际音标啊什么搞乱了，我看你就直接记一个汉字就行，你就记一个这个，就是闭的时候啊这个呢就变成了这是这个就是变那个闭一点怎么变闭一点的啊就变成这个第二个好像咱们先不管它吧，好像这个就是对，不是很少，它可能就是不太变了，你再变成一还是哈，对，o 呢就变成乌，o 就变成乌，这个它直接有，这样嘴就你看它俩的区别就是大小，o 它就是都是张圆嘴，o 就大，乌嘴就小，所以呢变闭一点。啊呢变成它就变得那个小一点，这样跟那个后边那个闭元音接近，这样读起来就比较省劲儿。你刚嘴很小，突然要张很大，或者刚才嘴很大，突然要变很小，这个不符合人们一般说话的习惯，所以它就变闭一点。然后可能也没有怎么变化了。这个那个呢就变成了就变成了那大概大家就记这三个，就是如果一个音节有闭，一个音节是开，那个开音节呢就这个变得小一点，啊变成o 变成乌，变成就变小一点了。这个地方呢正好举一个那个就是阿弥陀佛的例子。这个阿弥陀佛这两个音呐，它这个就属于闭音节，嘴就张得小，啊
嘴就张得最大。这个你平常读音习惯了，它就这个别扭。这个时候呢，很自然的就是按照拼音规则呢，前头这个呢，它就变闭一点，就变成了哎，所以这个几千年这个祖师们读阿弥陀佛呀，它是符合人家那个梵文发音规则的。有的人不知道这个规则呢，就光看那个，哎，梵文这是啊呀，所以现在就大家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听起来就这个它不符合那个，你后边咪就是很那个嘴张得很小，弄那么大，你读起来也是很累。所以呢，祖师们读阿弥陀佛是有这个是符合读音规则的。下边咱们练习几个啊，下边看那个，这个，你看那个第一个词儿，咔，和第二个是秋，咱们前边学过，咔是嘴是口，秋是水，哎，口水就是咔秋。咔秋呢读起来就觉得有点这个费劲别扭，所以呢咔这个啊呢就把它闭一点，就变成就成了柯秋。哎，像这个平常我那个讲课的时候读这个呀，你们就跟着读，而且声音大一点没关系。咱们学语言的课堂嘛，你就不要受那个，我那个时候就是老师一读我就跟着读，你这样啊这个占便宜，而且要这个读出声来。柯秋。下边这个它俩倒过来，水在前头，口在后边，就变成了水的口，就是水边上，哎，河边上。秋柯，你要是读秋咔，就这个很那个，而且你要是读文章读快了呀，你也来不及秋咔，哎，就是秋柯，哎，后边接的前边乌很小，后边也就不再张大了。秋柯。第三个是瑞摩，就是如果按照这个正常的规则读音呢，后边这个摩是低声调，低声调在第二音节是不允许从低往起升的，所以它就变成平声，就变成了瑞摩。由于前边是一个闭音节，一乌吁是闭音节嘛，是闭音节，后边这个喔呢就读成乌，就变成了瑞木。哦，对了，这个地方介绍一下它这个表示方法。你看后边那个汉语拼音呐，它那个喔还是写的喔，但是在上边呢带一个小帽子，带一个小三角。带小三角的意思是什么？是把它压制一下啊，这个让它嘴压低一点，哎，对，让那个嘴呢再闭一点，不要把嘴张太大，哎，喔就变成了乌，所以这个摸就变成了木，瑞木，哎，你记住这个，它变成什么？你到时候一看那个戴小帽子的，为什么戴小帽子呢？因为它旁边的那个音节，不管是前后，有一个闭元音，就是有了一乌吁，下边一个普木，后边这个摩本来是低声要变成平声，本来是喔要变成乌，所以就变成了木，哎，普木，这是这个变音。另外我说一下，这个变音这个呀不重要。你比如说，我不重视这个变音，我就按原音读，没问题，谁都能听懂。只不过这个让人家听起来啊，就说你这个人读书这个文绉绉的，咬文嚼字的，这个不像那个读起来人家读起来很顺很轻松，但是呢听懂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变音的不重要。你去听那个喇嘛读那个经啊什么好多他不变的，他就是因为他老读经啊，他那个很认真的就按照这个词来读哈，他就那个也不影响速度，也不影响那个什么，他是大部分变，有的情况他就不变，这个不重要。就是说这个你不变读了呢，谁也不能说你错，哎，你就按那个原因读下来不算错，只不过他说你这个人说话这个不地道哈，这个不好听，最多说一个这个不是那么特别重要，不算错。最后这个一个规则呢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在第二音节如果出现了低调送气的辅音，这低调送气的辅音是谁呢？你看这个时候就用到了，
你们看字母表，字母表啊，这个字母表前5行，这个呢是一个有规律的。这个前5行有规律，下边这2行半呢又是另一套。前5行有什么规律呢？很多这个语法规则呀都跟它有关系。说第2音节如果出现了低调送气的辅音，这里头哪个是低调送气的呀？这5个，第3竖行这5个，这5个都是低调。你看前2个不是高调吗？是1声，后2个是这个低声调，低调，这个低声调。这个低声调呢，但是它不送气，最后一个，最后这个呀都是鼻音，啊、呀、拿、麻都是鼻音，不送气。就是第3竖行送气，卡、卡、塔、爬、查都是送气的。如果在第2音节出现了这5个字母，它要变成什么呢？变成不送气。为什么要变成不送气呢？就是这个送气啊，如果在第2音节送出来非常困难。你要第1音节说秋或者是卡，你第1音节，因为你做好口型，刚开始好送。你刚发了一个音，接着发一个音，还要做口型，还要送气，就很费劲。所以呢，第2音节的送气呢，都就不送气了。还有一个，第2音节刚才说了，第2音节的这个低声调不准出现低声调。所以第2音节的低声调都必须变成高平调，变成高平调就跟前头一样了。它送气呢又变成不送气，这个前头这个它俩的区别就是这个除了这个声调啊都是送气的，这个跟这个就是送气不送气区别。如果这个送气改成不送气，等于它的读音跟第1行完全一样了，既变成高调又变成不送气。也就是说卡如果放在第2音节读成咔，而且不送气就读成了嘎，既变高调又变不送气，就实际发音就成了第1行发音了。第2个卡变成掐，然后呢再不送气就变成了加。第3个塔变成平声是他，再变成不送气就变成了哒。第4个爬吧，就变成第1个了。查就变成了萨，所以你规律你就知道了，就是第3竖行这5个，如果放在第2音节的时候，它的读音呐既不送气又变高调，一下就变成了第1行的发音。如果最后是结尾的词是第2行的，是咔结尾了，那咔还用不用变成嘎了？不行，那个就不变，只有这个第3行变。就是前边送气的，你说的是吧？对。第2行不变，第2音节，你看秋科，你不能读秋科，对，这不变，就是这个第3行，就是低调送气的才变，记住，就第3行变成不送气，这个送气，这个高声的送气永远不变，高声的送气永远不变。下边咱们练习几个单词。你看这个下边这个啊，前边念呀，后边念卡。第2音节这个卡呢，第1不准它卡，只准它卡，就是只准它念高声。第2不用送气了，变成不送气，就变成了嘎。所以nha卡就变成了nha嘎。对，nha嘎。nha嘎是藏两，是这个就是藏族的那个1两，几斤几两的两。第2个你看，卡，这个卡呢，先变成高调是掐，再变成不送气是加，所以成了加是奶茶。然后呢，注意，这还有个特殊情况，这个爬呀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字母，这个大家以后读惯了之后就很容易就记住了。这个爬是个特殊字母，它呢是，如果它下边带一个写不就，如果它下边带一个写不就的话，它就按这条规则，就是变成平声，变成这个不送气。那就变成了不，
变成平声，变成不送气，就变成了不。就是只有这个爬呢，只有在写不就的时候才遵守这条规则，就是变成高声，变成那个不送气，就变成了这个，就等于是变成了八。然后其他的呢就成了特殊情况了。咱们先读一下这个变成不的这个啊，看这个啊，马不，马不，为什么读不呢？注意啊，爬是低调送气的，在这个后第二个音节变成高调，而且变成不送气，变成啵，所以啵乌不，这是成了不了。注意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规则，不这个写不就啊是闭元音，前边那个麻呢是开元音，碰到一个是闭元音的时候，另一个开元音就不用读得太开，只要闭一点，啊要变成所以现在这个麻呢就读么，就是抹不，抹不，抹不，麻是母亲，仆是儿子，抹不就是母子。这个藏文组词很好组的，它好多就是字直接组，就跟咱们汉字差不多，两个字组起来就是一个意思。这个不是像那个其他语言要弄一大串这个拼起来的单词，它就是跟那个汉字组合意思差不多。注意啊，下边说特殊情况了，这是符合规则的情况。特殊情况就是什么呢？如果这个爬啊在第二音节什么都没带，就光一个爬的时候啊，不读爬了，读成什么呢？读成这个哇，就是读成高调。这个是就第二音节，因为不准声嘛，所以读成高调这个定的。这个爬就读成了哇，没有道理，就是这样。而且这个哇是特别的多，为什么呀？好多词儿啊，他就把这个词后边加一个哇，这就变成了一个词，就好像这个一个组词的一个这个符号似的，好多东西都带哇，就是读成平声就直接读成哇。第二音节如果出现这个，第二音节你看前边有一个音节，第二音节出现这个一律读成哇，一声，而且是 W 那个做音母，乌做音母，哇哇，你比如说下边这个惹哇，大家读下边这个单词啊，惹哇，惹哇，像这个惹怎么拼呢？就是日惹哇，这是希望。然后还有一个特殊的呢，如果这个爬跟拼起来，跟哪若拼起来，要读什么呢？要读这个窝，就是如果这个爬跟哪若拼起来，在第二音节出现的话，要读窝，就是说还是瓦加上这个就读窝，还是一声。咱们先按这个音读啊，蕊窝，这是山。咱们前面那个单词表里头有这个光一个蕊啊，就是山。你加上一个蕊窝，像这个呀，经常用作形容词尾，这个呢，经常用作名词词尾，所以它用词尾，所以用的量非常大。所以第二音节碰到爬就念哇，第二音节碰到驼就念窝，这是两个。但是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变化，那个一是闭元音，所以这个要变成乌，所以这个单词最后就读成了蕊乌。这个呢我说过不重要，就是说这个开元音变得闭一点，这个规则不重要，你读错了没关系，读对了呢好听一点就是。这个今天的这个语法呢就是这些，咱们呢练习一下，在这个回来复习一下。你看那个单词啊，第一个是说什么呢？说这个第二音节的低声调啊变成高平调，所以呢跟读啊，阿妈，塔罗，第二音节是低声调的都变高平调。第二个规则是说，一个是开元音，一个是闭元音的时候呢，开元音呢不要读得太开，要闭一点。秋
瑞木，普木，后边 o 变成了 u。第三个规则呢，就是说字母表里头第三竖行这5个，如果放在第二音节的话，变高平声的同时变成不送气，等于变成了第一行的发音。咱们看啊，nha嘎，我家。然后这里头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爬呢，如果跟写不就在一块儿，就读成不，就按照那规则。如果是单独的，没有任何元音符号，只有元音符号是啊的时候，它读成哇。这个也不用太费劲记，因为以后读单词的时候啊，这两个经常在，你一读就得读成哇，你慢慢你就知道，根本你也读不成别的。这个爬跟 o 结合的时候，如果放在第二音节呢，读 o。大家现在知道这个规则就行了。下边呢，咱们就用多读单词，你单词记住了，你规则也就记住了。下边咱们来读这个单词啊，看这个13页的这个单词。擦包，这个呢没有任何变化，就是完全按照元音来读，是热的，就是冷的热的这个热的擦包。鸟虾，这个也没有变化，鸟就是鱼，虾是肉，这个鱼呢实际就是鱼肉，它指的食品，不是那个这个观赏的鱼呀，不是游动的鱼。第三个科丘，这个是有一个什么变化呢？就是丘乌是闭元音，咔是开元音，这啊呢就变成就是变得那个不要太开了。科丘。第4个是倒过来，丘科。第5个是本来后边这个卡是第三竖行的这个。第三竖行的要变成平声，要变成不送气，所以就变成nha嘎。下边这个也是这个第三竖行的这个变成平声，变成不送气，说我家。第4个是后一个音节不允许升，所以变成平调，阿妈，塔罗，包罗，卡瑞，这个卡瑞呢就是一个变化，就是第二音节不允许升，它这是人，变成了平声，卡瑞是什么？这个卡字啊，经常有这个问的意思，有这个和呀什么呀这个意思。卡瑞是什么？包罗是球，塔罗咱们前头可能那个讲过，塔是现在，罗是年，现在这一年就是今年。阿妈奶茶这个大家都说过。下边右边这一行，这个呢变的就是什么呢？后边这个一个是低声调变高调，因为后边不准升。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前边的那个音节呀是闭元音，后边这个 o 呢就变成乌，所以呢这个本来读是蕊摸，你大家也可以就是跟着读啊，蕊摸，如果把 o 变成乌就是蕊木，两个读音都可以。这个你要是反应过来呢，你就按照那个闭一点读；反应不过来就按元音读也没关系。下边这个普木，普本来是男孩子，这个麻呀好像就有女性的意思，所以加一个女性的词尾呢，就变成了女孩，普木就是女孩。上边那个呢，蕊是山。这个魔呢，我们说过，大概就是表示阴性的一个形容词尾。这样呢，可能这个藏族啊，可能这个一说图案，一说画图就是山，所以呢，就拿山就当图案讲。下边一个啊，这个前边读泥，后边读麻，但是这个麻呢不能读升调，后边不许升嘛，就读成平调。这个读成平调之后呢，还有一个变，前边是闭元音后边这个啊变成就变成了你摸，这是太阳。
那个有这个藏族孩子就起叫尼玛啊，哎，就是这个太阳。这个达瓦就是月亮，后边咱们会学掉，学到这些。下边这个乙凯呢，又是第三竖行的，就是低声调送气的，变成平声，变成不送气。然后呢，注意啊，咱们先按这个变成平声不送气啊，乙盖。这个呢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前边是闭元音一，后边这个 i 呢就变成了一，所以这个就可以读成乙盖，哎，变成了个乙盖，哎，乙盖，哎，这是变化。这是这个字，就是说你的藏文字就是藏文的一个，汉文字就是汉文的一个。下边一个，第二个呢，咱们说过这个它是第5行的低声送气的，变成高声不送气。先按这个字母元音读啊，马步，哎，第二个变成高声跟不送气，马步。后边乌是闭元音，啊变成抹布，哎，前边麻是母，后边这个仆是子，母子。下边这个是一个特殊情况了，就是惹哇，这个爬在第2音节永远读成高声的哇，这个情况出现是很多的，没有其他变音。下边这个如果第2音节的这个爬加个哪弱，就要读成窝，哎，惹窝。如果要是按照那个第一个是闭音节，要变得闭一点，变成乌，就变成惹乌。下边一个这个只有一个变化，就是那个拿不准声变成高调，就变成了就是那么，上边那个惹乌没讲，惹本身就是山，再加一个这个形容词尾还是山，所以前头好像咱们学过，惹就是山，拉也是山，拉是有路的山，惹是一般的山。倒数第2个洗咪，这个变化就是那个咪不能升，就变成高调就完了，很简单。洗咪，这是猫。最后一个是狐狸，狐狸呢是瓦猫，这个就是声调变成了这个高平调，没有别的变化。这个瓦好像光这个前头这一个字啊就是狐狸，哎，然后它加一个猫还是狐狸。好，咱们整个再来一遍啊，从第一个开始。插播，鸟虾，柯秋，秋科，鸟嘎，我家，阿妈，塔罗，你读的惯了呀，你慢慢读的多，读的熟了。你自己永远后边就不会在后边再升，前边再降，你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包罗，这是打球的那个球。卡热，里木，普木，尼莫，一地，抹布，惹哇，惹乌，我呢，洗咪，瓦莫，这一课的东西就这个学完了，咱们休息一下。